後面上嚟啊！先生幾多個啊？一個啊？入去啊！後面大把位，睇下要咩啊？Chatball 茶餐廳，歡迎大家嚟到 Chatball 茶餐廳 Podcast， 我係你哋嘅侍應大洋。咁呢就又過咗一個月啦，今個月就係5月號啊！我知你哋諗咩噶啦，今日呢已經係5月尾啦，接近係啊，就算錄音嘅時間呢都係差唔多5月尾啦。我唔知出街係幾多日之內可以搞得掂啦，盡快啦我係啊！如果你聽到呢個 podcast 應該未去到6月嘅，係啦，應該係5月尾嘅啫，係啦。點解會搞到咁耐呢？事關就係其實月頭嘅時候去咗個旅行啊，錄音咧就推遲咗，同埋咧再加上咧，因為呢個 playoff 咧如火如荼咧，咁令到我就嗰個時機啊，唔係好知幾時去錄音好㗎嘛，因為每一日都有啲精彩嘅嘢發生咧。咁啊，到底會唔會再遲啲又再好啲咧？咁啊，你準備咗一啲內容之後咧，你點知過幾日，即係我要剪啊、成啊咁樣噶嘛？去搞完嗰條片或者搞完呢個 podcast upload 咗上去之後咧，又有啲新嘢發生咯。咁之前嗰啲嘢未冇咁 update 咯，咁咪冇咁精彩咯。咁啊，令到我好糾結啊！到底幾時做好咧？咁啊，正好而家呢一刻咧，就係呢個東西岸嘅季後賽，都算係一個好時機嚟嘅，係啦。最緊要係錄到節目啦，係嘛？我哋會 keep 住錄嘅，係啦。呢個5月份都唔會停更嘅，就係咁啦。咁今集咧究竟會講啲咩咧？就係首先傾下呢個最近啊有單大嘢發生啦。其實上一集定前一集啊，之前我哋有講過呢個反擺爛政策啊，係啊，聯盟咧就有做一系列嘅呢個反擺爛，咁啊而家真係有個方案，好似都即係有個幾完整嘅一個方案走咗出嚟，係啦，咁啊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反擺爛方案啦，到底有幾黐線啊？係啊，對我嚟講真係我係接受唔到啊，但係都無奈地接受。咁啊，然後咧，再第二樣嘢就係可能我哋再講下咧，而家 NBA 嘅現況啦，因為最近都出咗一啲獎項啊、年度獎啊，同埋有啲得意嘅新聞啊，係關於一啲球員投票啊，同埋一啲教練嘅一啲新聞啦。咁啊，最後咧就會再講下咧，真正呢個季後賽而家打成點，預測一下咧呢個季後賽到底結果會點樣啊？係啊，預測一下個賽果咁樣啦，係啦。好，咁我哋入正題先。如果大家咧都中意呢類型嘅用廣東話嚟講 NBA 或者講籃球嘅一啲 podcast 節目咧，咁啊記得幫手 like 啊，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係啦。除咗喺 podcast 度聽啦，仲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咧係撳多個訂閱嚟支持我嘅。好，事不宜遲，正式去第一個主題先啦。咁樣開始嘅主題咧，我哋先講呢一個先，就係咧啱啱啊2026年啊呢個 NBA 選手嘅樂透區咧嘅抽籤大會咧就啱啱搞完啦，係啦，5月17號搞完。咁啊，通常叫做抽波仔大會嘅，因為佢嗰個樂透區嗰個，因為要抽噶。係啦，有機會咧就唔係最尾嗰個咧就抽到狀元籤咁樣嘅。今年嗰個籤就抽完啦，咁啊第一狀元籤咧就係落咗喺呢個華盛頓巫師手上啦，然後第二咧就係爵士啦，第三係灰熊啦，咁樣我唔講晒啦，唔逐個講啦。咁啊有啲咩特別之處咧？就係因為頭先有講啦，就係未必係輸得最多場，又或者叫做包尾嗰一隊咧就拎到最好嘅籤嘅。係啦，其實佢哋都係尾3隊咧，而家都係14% 咧拎到呢個狀元籤嘅。咁啊，但係咧就始終抽籤呢啲嘢咧，機率呢啲嘢咧都有好彩有唔好彩啦，好似你嗰啲抽盲盒嗰啲咁樣啦。爵士咧算係好彩嘅，因為本身計呢個名次咧，爵士係排尾4嘅。咁啊，但係最後抽籤咧就抽到去尾2啦。咁啊，算係，因為我上次就話爵士算係俾 NBA 逼害啊嘛，咁啊次次抽籤咧都抽唔到頭4籤嘅。咁啊，今年咧成績喺尾4啦，應該就抽到頭4啦。咁啊都好彩地抽到第2籤嘅。咁啊，希望佢哋好好用呢一個籤嚟補強佢哋嘅球隊咯，等佢哋下年唔好再留喺呢個區嗰度啦。咁啊，然後咧都有啲人係唔好彩嘅，特別咧就係本身啊戰績尾二嘅呢個
印第安納溜馬咧，係啦，咁啊佢都係有呢個14% 拎到狀元籤啦。但係咧，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季中交易嘅話咧，就係快艇同埋溜馬咧做咗個交易咧，就係關係到呢個首輪籤啊。如果咧溜馬嘅選秀籤咧最後抽出嚟咧係抽到頭4嘅話咧，就會留翻俾呢個溜馬隊嘅今年呢個首輪籤啊。咁如果咧抽到頭4以外嘅話咧，就會落咗喺呢個洛杉磯快艇嗰度嘅。咁啊，頭先講啦，戰績嚟講咧就溜馬隊尾二噶嘛，咁啊好難都跌到落去第5嘅。咁點知最後抽波仔咧，就真係跌咗落第5，然後個首輪籤咪俾咗人哋咁樣。咁然後所以今年就算溜馬輸波喺呢個擺爛上面咧有幾落力啦嚇，輸到得19勝啦都好啦。咁啊最後佢個籤咧都係俾咗人哋啦。咁啊快艇就可以拎到一個首輪籤，對快艇嚟講係非常之好嘅事，因為我覺得快艇係急需要呢個年輕化嘅。快艇應該笑到見牙唔見眼噶啦，係啊。咁啊，然後另一個咧輸家咧，對我嚟講就係我成日留意嘅呢個帝王隊啊，係啊，因為帝王隊咧本身個戰績就尾5啊，係啦22勝，其實同爵士隊都係22勝啊。咁啊，但係抽波仔嘅時候咧就跌咗落去第7，咁啊跌咗2位啦。其實第5同埋第7。我自己覺得都可惜嘅，係啊，唉，因為始終呢個帝王隊咧都係睇唔到嗰個發展方向啊，咁所以而家個選秀籤再衰啲啦，落到去第7啦，咁到底幫唔幫到帝王咧？點都幫到嘅，但係帝王個處理會係點樣咧？都幾擔心嘅，其實，唉，好慘啊！就係咁咯。咁然後咧就仲有一個亮點咧，就係其實今季呢個洛杉磯快艇隊啊嘅首輪籤啊，就係因為之前嘅交易啦，咁啊俾咗 OKC 啦，大家都知 OKC 有幾勁啦，但係今年咧 OKC 都係抽到呢個第12籤嘅，咁所以咧就係 OKC 係再有一個補強嘅一個機會，因為你始終落透區嘅就算係新秀啦，都有一定程度嘅實力咯，係啊，咁啊唔知 OKC 會唔會又抽到一啲好嘢？又或者將一啲潛力嘅新秀咧打造成佢哋要嘅一啲球員啦，係啦，就係咁啦。都恭喜巫師隊啦，因為巫師隊今年都落力嘅，喺擺爛上面我自己覺得啦都落力嘅，因為佢哋交易咗 Trae Young 啊嘛，同埋AD 啊嘛，但係佢哋選擇係交易完之後咧都係收埋佢嘅，然後就一路個戰績咧跌到落最底啊，然後都順利抽到呢個狀元籤咁樣。咁啊，恭喜佢啦！其實關係到呢個樂透區選秀啦，一開頭所講嘅呢個反擺爛政策啊，亦都同呢個樂透區有關啦。咁啊，就係因為咧呢個 Adam Silver 咧，即係而家 NBA 嘅總裁咧，就決心要徹底消滅呢個擺爛啊，係啦，就唔俾人哋爭狀元爭崩頭咁樣啦。咁啊，所以咧推出咗呢個3-2-1嘅呢個抽波仔政策啊，3-2-1乒乓波。係啦，咁啊點樣玩嘅咧？呢個3-2-1就係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將樂透區咧就增加到16隊啊，本身係14隊，而家增加到16隊。然後咧就聯盟啊就派30幾粒波啦，37粒呢個乒乓波啦。點樣3-2-1法咧？就係嗱，頭先有講啦，尾二嗰兩隊啦，其實就會拎到2粒波嘅。以前咧嗰個抽波仔嘅方法咧就係根據呢個機率嚟抽嘅，即係14% 啊，或者7% 啊、8% 啊咁樣啦。咁而家咧就直頭咧簡化晒所有嘢，就係幾多粒波嚟抽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就係啦，尾二嗰兩隊咧就會係得到2粒波，係啦。然後咧就係嗰個數法都有啲複雜嘅。然後咧就係減咗尾二嗰隊2隊。減咗尾二嗰兩隊，即係尾3啦，尾3開始計啦。然後咧去到冇得打 play in 嘅隊，係啦 ，play in 係7、8、9、10啊嘛，即係你當係西岸第11同埋東岸嘅第11咁樣啦，即係尾3去到第11咁樣啦。咁然後咧就會有3粒波嘅，係啊，你冇聽錯，係3粒波啊。尾3去到第11，兩邊岸嘅第11，咁啊會拎到3粒波嘅。然後咧就係第9同埋第10咧，
會係拎到2粒波嘅，第9同第10嘅球隊會拎到2粒波啦。然後咧就係第7同第8咧要打 play in 噶嘛。如果第7同第8打過第一場 play in 咧，邊個輸咧就會得到1粒波嘅，係啦，贏就冇咗嗰粒波啦，就係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實至名歸嘅呢個叫做3-2-1抽波仔嘅方案咁樣啦。咁啊，唔知大家聽到有啲咩特別感覺啦，係啦，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奇怪喎。尾二嗰兩隊咧，其實就係仲差過尾3嗰隊嘅，係啦，尾二嗰兩隊咧係得2粒波，然後尾3嗰隊咧係會有3粒波抽嘅，所以係你想如果擺爛嘅話咧，你冇可能係一輸到尾嘅，係啊，你最好咧調教到去尾3咁樣咧。咁就可以抽到最高機率去抽到狀元咁樣啦。咁啊，然後仲有其他嘅辣招啦，係啦，就係禁止咧球隊咧連續2年啊拎到狀元啊，係啦。咁然後仲有另一啲規矩咧，就係3年內最多咧拎2次嘅前5啦，係啦。咁啊聯盟咧如果即係萬一你真係抽到2年都係頭5嘅，咁佢聯盟就會幫你改咗個排位咁樣咯，然後褪到後面，我估計係咁樣啦，即係佢嗰個規矩係咁樣講，然後好多細節咧，我諗要之後再睇下係點，但係大概嗰個規則係咁樣，係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而家都做緊噶啦，但係再加強啲嗰個規矩咁樣啦，係啦，就係如果咧聯盟咧主觀認定啊呢個球隊故意收起一啲主力球員啊。咁咧總裁咧就可以直接沒收一啲落透波，即係頭先所講嘅3-2-1乒乓波啦，係啦，又或者咧就強行更改呢個選秀嘅順位咁樣，係啦，即係直接沒收你嗰個選秀嗰個波，又或者直接改你嗰個選秀嘅排位，係非常之強硬嘅一個政策去打擊呢個擺爛啊！如果你咁樣做係相當有效果嘅，對我嚟講，我自己感覺上，因為你好難去控制到，我要輸到尾3到第11咁就得噶啦，即係總之我入唔到 play in， 然後輸到尾3咁就得。咁但係尾2嗰兩隊你都會想係會升翻上尾3噶嘛，因為尾3先高機率抽到狀元啊嘛。咁所以就其實喺包尾嗰個位咧，都會有一個競爭性喺度嘅。係啦，有少少似人哋嗰啲升降班啊嗰啲咧，即係可能降班降2隊，咁我就要死都要爭到去尾3咁樣嘅一個效果出嚟咯。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對打擊擺爛係有幫助嘅，有效果嘅，但係就好似唔係好公道咯。我自己感覺上係因為我可以講埋咧，如果呢一個抽波仔政策咧，直頭咧喺今年直接實行嘅話咧，假設唔係真係實行啊，因為今年嘅樂透選秀頭先都有講啦，就已經抽咗個順位啦嘛。假設直接 apply 咗落去今年嗰個選秀咧，咁會發生咩事咧？就係頭先所講啦，頭尾二啊，應該話尾二嗰兩隊就係呢個華盛頓巫師啦，同埋溜馬啦，係啦。咁溜馬同埋巫師就會得到2個波啦，係啦。原本個機率咧其實係14% 嘅。即係抽到狀元個機率，但係如果用咗呢個抽波仔呢個3-2-1波仔政策之後咧，係會變到得翻 5.4% 嘅，係啦。咁巫師咧就得 5.4% 抽狀元，我唔知佢會唔會都係咁好彩係成功抽得到狀元簽啦，但係個機率係細得超級多。然後咧對一啲中型班啊，咪應該話中游啦，打唔到 play in， 但係又未衰到尾嗰啲球隊咧，咁啊非常之係有着數啦。即係例如咧呢一啲公牛啊、獨行俠啊，即係小牛啊咁樣咧，咁係都係有3粒波可以抽到呢啲狀元簽嘅。咁啊有機會，即係都大機會係連續2年俾呢個咩嘅，俾呢個獨行俠拎狀元。而家如果你咁樣去改咗呢個政策嘅話，即係假設啫嚇。咁然後再衰啲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睇翻咧今年嘅排名咧，咁啊呢個洛杉磯快艇啦，同埋金州勇士隊咧，其實都有打呢個 play in 嘅。咁本身常規賽個排名咧就係第9、第10咁樣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
洛杉磯快艇同埋勇士隊係會有2粒波嘅。2粒波係咩環境啊？就係你同埋最尾嗰2隊係一樣機率去抽到呢個狀元籤啊！第9、第10同埋尾1、尾2係相同機率抽到狀元籤，呢樣嘢公道咩？完全唔公道啊，大佬！即係 Curry 打生打死，佢今年係 target 冠軍嘅本來，點知係變咗做我有咁大機率去抽到狀元籤。你話呢一樣嘢公唔公道啊？各位聽眾同埋觀眾，你留言講下，你覺得呢一樣嘢第9、第10同埋最尾嗰1隊、2隊同時機率係抽到狀元籤呢一樣嘢係公唔公道？我就覺得唔係幾公道啦，係啦，留言講下，我期待大家嗰個意見，睇下究竟係我係少數定係點樣，我真係唔知啊，就係咁咯。咁同埋第9、第10啫，即係因為今年就係快艇同埋勇士隊輸咗波啦。咁但係其實另一個平行時空，可能第9、第10係可以入到 playoff， 然後甚至拎到冠軍都得噶嘛，有即咁樣嘅可能噶嘛。假設 Curry 真係打到入去，然後贏晒所有球隊拎埋冠軍，但係佢同時亦都有機會係拎到呢個狀元咯。你明唔明嗰樣嘢荒謬到點樣？係拎完冠軍都仲有機會攞到狀元。雖然呢一個係超級極端嘅例子啦，好難啦，即係第9、第10拎冠軍好似未試過啦，但係有咁樣嘅機會。有機會出現呢個咁荒謬嘅情況，定係其實 NBA 就係想有呢啲咁奇蹟嘅事發生，然後就可以令到大家個收視超級爆炸上升咁樣。我真係唔知啊，係啊。咁所以呢，其實我對於呢一個3-2-1抽波仔政策呢，嗱，我覺得係有好處嘅。個好處就係呢，佢而家唔再係睇嗰個機率啦，因為以前呢就係嗰個。通常就係咁講嗰啲咩10幾%啊、幾%啊嗰啲機率咧，我自己係睇到頭昏腦脹嘅。我通常都係睇人哋啲分析咧，先至知道係幾大機率去抽到。我都冇乜概念嘅。其實你話11%同埋9%同埋2% 抽到，我都覺得係總之就抽啦咁樣。但係而家咧，即係3-2-1波仔咁樣去分一個機率咧，我覺得係清晰好多嘅。但係咧就即係嗰個波仔分配俾唔同隊嗰個方法咧，我咧就誇張咗少少。即係你想打擊擺爛球隊，我覺得如果你係尾二嗰2隊都係俾3粒波，我都覺得勉強可以接受，都勉強可以接受。但係而家甚至係尾二嗰2隊仲衰過後面嗰幾隊波，唔係應該咁講，尾二嗰2隊仲衰過尾3去到再上啲嗰啲球隊。即係再少機率啲，咁我就覺得真係好唔公道。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呢一個反擺爛政策，但係感覺上都冇得點投訴啊。同埋咧嗰個反對聲音咧唔算好多啊，暫時嚟睇咧，即係冇乜 NBA 球隊係有一啲好大嘅反對聲音。咁所以呢一個政策我諗都落實嘅機會都即係9、9、10噶啦，係啊，都應該會喺不久嘅將來會見到啦，就係咁咯，係咯。咁啊呢節話講咗好耐，我哋唞一唞先，轉頭翻嚟再講下 playoff 啦。好，翻嚟我哋 Chatbox 茶餐廳 podcast。咁喺講呢個季後賽之前啦，咁我哋講下咧，其實呢個2026年啊，2025到2026嘅年度獎項，因為之前咧做過預測嘅，係啦。咁啊睇下我中唔中咯，大家仲記唔記得我預測咗啲咩？我好似中晒喎，接近吓，大家記唔記得？我好似接近係中晒啊，大哥。預測到勁準啊！首先咧就最近公布嘅呢個 MVP 啦，係啦，咁啊由呢個 SGA 當選啊，係啊冇得傾啊，最有價值球員啦，係啦。我記得嗰個投票咧，即係我而家冇數據喺身啊，但係我記得嗰個投票，我記得 SGA 都算係一面倒嗰個投票當選嘅，好似有80幾票係 first round 嘅投票，然後 Jokic 好似有10票，然後Wembanyama 係第3嘅 Wemby 係唔知5票定8票咁樣，係同 Jokic 爭少少嘅。呢樣嘢都好恐怖啊！即係 Wemby 係
即係第一年嶄露頭角啦，但係已經打到去 MVP 第3，甚至要挾到 Jokic 嗰個地位，所以我覺得好恐怖，非常之恐怖。下年我諗 SGA 都驚緊，係啊，好恐怖。下年我哋再睇下邊個會係 MVP 啊，會唔會又有啲新嘅人冚上嚟？係啦，咁啊，同埋再講埋之前我哋有講過啲年度獎啦，就係新秀啊，年度新秀就係狀元啦 Cooper Flag 拎到啦，都唔意外啦。咁啊，然後最佳防守球員就係 Wemby 啊，實至名歸啊，超級恐怖嘅防守。咁啊，然後最佳進步獎係 NAW 啊，係啦 Alexander Walker 鷹隊嘅呢個後衛。最佳第6人就係呢個 Keldon Johnson 啊，馬刺隊嘅 Keldon Johnson 啊，一如我所料啦，就係聯盟應該會俾今年打得好好嘅馬刺隊啊，咁所以呢個獎俾 Keldon Johnson， 我覺得非常之合理。咁啊，然後Clutch Player 即係最佳關鍵球員啊，最關鍵球員應該咁講，就係呢個 SGA 啊，係啦，之前我冇預測嘅，因為唔記得咗呢個獎。其實呢啲獎都好難估，好少人去預測呢啲獎。同埋 Hustle Award 啊，即係最搏命球員咧，就係呢個黃蜂隊嘅 Diabate 係啦，咁樣啦。咁然後最佳總管就係賽特人，波士頓賽特人嘅 Stevens 啊，係啦 Brad Stevens 都實至名歸啦，個操作靚到咁樣，係啦。同時間今年個成績都唔錯。咁啊，仲有啲咩未公布呢？其實呢個最佳教練係未公布嘅。以前係咁樣嘅咩？係公布 MVP 先公布最佳教練嘅咩？同埋我記憶之中呢，好似 MVP 係以前係首輪，即係季後賽首輪已經係公布噶咯。而家好似越嚟越遲咁樣。咁然後仲有咩未公布？就係 All NBA Team 啦，All Defense Team 啦。All Rookie Teams 啊，呢啲咧都未公布嘅，咁樣係啦。咁啊，年度獎就係咁多啦。好，講下其他嘢啦。咁啊，有一單新聞咧，就我覺得幾有趣嘅，係啦，就係有一個匿名嘅投票啊，係啦，就係現役球員嘅匿名投票。咁就係話咧，即係俾啲球員投選最唔想去嘅球隊，投完票之後個結果咧，其實就係呢個講第4位先，不如第4位就係呢個新奧爾良嘅鵜鶘隊啊，係啦，咁啊有 6.7% 嘅球員咧係唔想去嘅，咁啊佢又冇公布話究竟有幾多個球員去投咗票啦，但係咧就總之就有 6.7% 就投咗呢個鵜鶘隊啦，我都覺得都合理嘅，嗰啲操作真係太差啦，係啦，咁然後尾3咧就係呢個帝王隊，真係啊，講真係冇人會想去帝王隊啦，師兄，一盤散沙咁樣，即係究竟成年嗰個目標係啲咩？帝王隊都係諗唔清楚啊，所以去帝王隊真係好慘啊！即係 Westbrook 去帝王先至會咁開心，其他球員去帝王應該好想走啊！講真，好想快賣斷，但係帝王隊下年都應該都係繼續呢個狀態啦，我感覺上就係咁咯。咁然後第2名就係華盛頓巫師隊，係啦。咁啊，其實巫師隊我覺得個方向都明確嘅，但係今年嚟講咧，都係主要係輸波啦，係啦，專心輸波啦。咁所以獲得呢個最唔想去嘅球隊咧，都幾合理。同埋以前咧，巫師隊算係一個新秀嘅墳墓啦，係啦，即係嗰啲球員去巫師隊都養唔到出嚟嘅，除咗係呢啲 John Wall 啊或者 Buddy Beal 啊呢啲咁難得嘅球員之外咧，咁啊好多球員，例如嗰啲 Afdia 啊，例如八村壘啊，都係唔算係喺球隊度練到一啲非常好嘅成績出嚟咯。Afdia 算係因為佢浸咗咁多年。然後經歷咗好多唔同主將嘅轉變啦，即係包括係本身 Bradley Beal 嘅年代啦，再換咗呢個 Westbrook 入去做一個主控。Afdia 咧都係專心做一啲類似 3D 球員嘅角色啦，咁樣啦。咁然後去到啲大佬走晒啦，佢自己真係可以擔大旗，先至啱啱開始可以有啲起色嘅時候，巫師隊就交易走咗佢。真係其實會唔會巫師自己留翻用會好啲呢？
係有啲奇怪嘅。咁然後 Avdia 就成功喺呢個拓荒者就打出一片天啦，而家入咗 All Star 啦，入咗 Playoff 啦。Avdia 走咗真係非常之好，好開心對我嚟講。係啦，咁好啦，公布第一位就係曼菲斯灰熊隊，係呢個35.8% 啊，壓倒性奪冠啊。係啦，第二就得11.7% 嘅啫，3倍倍數係高過巫師隊拎到第一位。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呢，就係本身曼菲斯呢個城市呢係細城市啦。同埋嗰個生活啊，係太枯燥乏味啊！以前咧，曾經呢個大帝 LeBron James 咧都有公開講過話，最唔想去嘅球隊就係曼菲斯灰熊，即係俾我一定唔去咁樣嘅。係啊，咁然後再加上咧近年嘅一啲新聞啊，包括呢個渣哥 Ja Morant 嘅一啲行為啦。然後令到成隊波嗰個文化咧，好似慢慢瓦解晒，即變咗由一個本身黑白紅去到 Mike Conley 嘅建立咗幾年嘅一個球隊文化，係一個硬漢嘅一個文化，然後變成一個Ja Morant 揸旗一個有啲人會叫做驚啦，一啲即惡人嘅文化咁樣啦，然後到最後係真係變成咗一個驚啦。然後去到成個團隊解散啦，JJJ 走啦，然後Desmond Bane 又走啦，然後去到最近有一個非常之不幸嘅消息，就係其中一個都係呢個年代嘅灰熊成員，就係呢個 Brandon Clark 啦，就係發現到喺屋企嗰度身亡啦，係啦。我覺得對曼菲斯成個城市嚟講咧，都唔係咁好啊，嗰個氣氛都係好差。所以其實灰熊呢一隊波嗰個文化咧，即係佢係越嚟越差。所以呢一刻你話如果投票係曼菲斯灰熊係最唔想，即係球員最唔想去嘅球隊，都係啊，我覺得係好合理啊，係啊。唔知大家點睇呢一個投票？又或者如果你自己中意嘅球員，你最唔想佢去邊一隊波咧？歡迎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嗰個留言嗰度留言，同大家一齊分享下。我自己最唔想我最中意嘅球員去邊隊波就係洛杉磯湖人。我唔解釋咁多啦，係啦，就係咁。好，我哋去下一單新聞。係啦，咁最近呢，就亦都有啲得意嘅新聞啦，就係教練嘅變動啊，係啦。咁伴隨住呢個季後賽嘅進程啦，咁季後賽去到呢個分區決賽嘅情況啦，魔術隊啊。係啦，咁魔術隊咧本身常規賽嘅成績都唔錯啦，咁但係咧去到喺首輪嘅時候咧係1-3咧領先住呢個活塞隊，係啦，然後咧去到竟然去到最尾咧竟然係4-3俾呢個活塞隊咧反勝，然後淘汰咗魔術隊嘅咁啊，然後魔術隊一出局嘅時候咧，咁總教練呢個 Mosley 啊。係啦，咁亦都慘遭炒魷魚啦，即係俾人哋炒魷魚啦。咁然後咧，亦都幾快嘅時間咧，就俾呢個鵜鶘隊啊，就簽咗做一個新嘅主教練咁樣啦。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 Mosley 咧都係一個教一個年輕球隊係唔錯啦。雖然咧喺進攻上面咧，即係魔術隊進攻嘅問題咧，好多年都冇解決到，甚至咧係有補強啦，即係加入咗啲射手啦，即係前年就係入咗 KCP 啦，本身係一個好好嘅射手啦，然後去到魔術咧係有一個詛咒定唔知點樣喺入面咧，令到 KCP 嗰個三分都冇埋，係唔記得咗點樣射三分之外咧，然後今年加入咗 Desmond Bane 啦，一個即係好 top 嘅聯盟上面嘅一個射手啦，都真係幫助到魔術嘅，但係魔術嗰個進攻有冇真係成個有一個超大嘅進步呢？我覺得都未夠嘅，咁所以可能魔術嘅總管見到好似我哋都嘗試努力咗幾年啦，都嗰個效果未係最好，我哋唔可以再等落去啦，嗰個速度要再加快啦，咁所以就要換一換教練去嘗試一下咁樣咯。
然後如果你話擺喺塘鵝嘅話，混沌狀態嘅塘鵝咧，我覺得都即係幻想上面咧都幾差嘅，即係因為塘鵝本身嗰個進攻咧都唔算係十分好啦，即係球員定位唔係好清晰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塘鵝隊用呢個 Mosley 呢個教練係個進攻係可能會越嚟越差。我哋下季睇下究竟點樣去做調整咯，塘鵝隊係啊。咁然後第二個關於教練嘅新聞咧，就係最近日就傳出呢個唔係傳出就正式公布咧，呢個獨行俠嘅主教練啦 Jason Kidd 啦，就正式同獨行俠咧就分道揚鑣啦。係啦，大家咧就傾掂數就解約咁樣啦。對我嚟講咧都幾意外嘅，因為 Jason Kidd 咧係曾經入過總決賽嘅。喺 Jason Kidd 任教嘅年期入面咧，咁獨行俠係有入過總決賽啦。呢兩季咧咁球隊咧都不斷受傷啦，即係球隊都打唔到一個唔錯嘅成績之下咧，咁可能令到獨行俠要做一啲改變啦。咁同呢個 Jason Kidd 咧就解約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今季前咧先至續約，續咗好似4年定3年約咁樣嘅。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同 Jason Kidd 解約啦，我覺得係非常之奇怪。養人上面個印象，我覺得係唔差嘅，因為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Jason Kidd 以前係教過公鹿啦，係啊。咁然後曾經 Jason Kidd 係用字母哥嚟做一個控球嘅角色。咁當然啦，嗰陣時嘅字母哥係新秀階段啦，即係非常之新嘅一個，你幻想唔到佢係成為一個全明星嘅球員，甚至係拎到 MVP、拎到總冠軍嘅一個球員。咁然後經過一個 Jason Kidd 嘅磨練之後呢，佢又真係脫胎換骨喎。咁時間嚟到今季呢，咁 Jason Kidd 用呢個狀元 Cooper Flagg 咧，我覺得都叫做照版煮碗嘅，因為 Cooper Flagg 本身係一個叫做高大側翼啦，即係體能勁爆嘅一個側翼球員。咁佢嘅用法亦都係將佢擺喺一個控球嘅位置。咁當然佢個發揮唔係去到最好啦，始終唔係佢熟悉嘅位置咧。但係有幾場嗰個表現係非常之亮麗。所以對我嚟講 Jason Kidd 對新秀嘅磨練呢係唔差嘅。唔知到底獨行俠同佢解約嘅原因係啲咩呢？係咯，咁呢單就差唔多啦。我哋不如講埋去季後賽嘅部分啦。咁而家呢季後賽呢就打到去呢個分區決賽啦，啱啱就完咗呢個次輪啊。可以分別講少少啦，就係雷霆就淘汰咗呢個湖人隊啦，係啦，咁4-0淘汰咗湖人隊晉級啦。咁然後馬刺隊咧就係4-2對住呢個老弱殘兵嘅呢個木狼隊啊，咁晉級啦。咁然後東岸方面咧就係騎士隊啊，打到7場比賽啦，咁淘汰咗呢個東岸一哥啊，就係呢個活塞隊啦。其實都睇到活塞隊咧嗰個持球點進攻方面咧係缺失咗，我覺得係需要再調整啊！咁亦都有傳，即係不斷傳話活塞隊會有大動作啦。咁再補強翻嗰個持球點去幫呢個 Cade Cunningham 去做進攻啊！咁下一季嘅活塞可能即係好大機會會更上一層樓，係啦。但係都俾騎士隊去晉級到去呢個東岸決賽啦。咁另一邊咧就係紐約隊對住呢個76人隊啊，輕鬆4-0咧擊敗76人咧，入到分區決賽咁樣啦。咁76人都 Embiid 好似冇打2場咁樣嘅，係啊。咁但係出翻嚟嗰2場都係唔夠打，係啊。今年嘅紐約人咧都非常之強勢，去到分岸決賽咧。紐約人咧亦第一場Game 1就贏咗呢個騎士隊，就喺我錄音嘅前一日咧就打呢一場嘅東決嘅第一場啦 Game 1啊。其實騎士隊係一路領先嘅，甚至領先到20幾分啊。最尾咧俾紐約人咧第4節一波咁就帶走咗，係啦。當中咧其實我覺得個重點咧就係騎士隊一路 keep 住用呢個 Mitchell 啦，搭住呢個哈登啦。喺第4節嘅時候咧，紐約人咧係多次拉呢個哈登出嚟單打啦，然後令到
無論係 Jalen Brunson 啊，去單打哈登啊又好啊，甚至係有時分到波俾一啲 OJ Anunoby 啊，然後去做 close out 打呢個哈登咧，哈登係毫無還手之力啊，係啊，喺單防方面不斷去針對哈登嘅情況之下咧，紐約人係可以成功不斷搶分去反勝翻呢個，即係喺第四節啦，最尾嘅階段啦，追翻平啦，然後再打加時啦，加時再反勝啦。哈登喺單防上面咧守唔到呢個 Brunson 啦都好啦，咁啊騎士隊選擇去包夾 Brunson 又好啦，但係紐約人喺面對包夾咧去做一啲再傳俾空位嘅人，不斷去將個波咧流動啦，咁去到一個空位嘅人啦，咁然後防守嘅騎士隊咧，哈登嗰個空位咧都係走咗出嚟嘅，始終都會猜到一個 wide open 嘅機會出嚟。咁所以我自己感覺上咧，哈登喺防守上面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洞喺一度。騎士隊無論如何都要填呢個洞，無論你係究竟用哈登又好啊，甚至收起佢又好啊，甚至係你要揾到一個方法去令到補位上面再加快啲，等哈登唔好去撲一啲最遠嘅波，咁樣嘅情況之下呢，我覺得騎士隊點樣都要做一啲防守上面嘅調整，先至可以再面對到紐約人。係啊，對我嚟講呢，我覺得嗰個建議呢，就係其實第四節好長時間呢都用哈登。即係擺哈登出嚟啦，基本上即係如果你話唔緊要嘅，就算我俾人哋單打輸分都好啦，哈登喺進攻上面咧有翻貢獻咁就得啦，咁都打翻平啦，甚至可以喺進攻上面壓過對手，咁我就贏到波啦。但係你會見到嗰個結果都唔係嘅，哈登喺進攻咧都係幫唔到好多嘢，見到好多次咧佢做一啲戰術做唔到嘅時候，去到最尾佢都係要哈登去做單打，然後哈登面對對位嘅係一個 Bridges， 然後佢選擇做一啲不斷 crossover， 然後就抽起射三分嘅一啲動作咧，係對 Bridges 完全係冇一個威脅喺上面，然後佢自己嘅命中率亦都唔高啦。咁再加上哈登嘅唔知係體力問題定點樣啦，係放棄咗好多切入嘅機會，就算佢對住可能 mismatch 啦，Towns 都好啦，佢唔選擇去做一個切入，照係喺三分線度有一個出手咁，佢又係唔入嘅。咁啊，就算入都好啦，命中率射咁多次嚟講，命中率都唔高啊。咁所以係一個好低效嘅一個打法。我自己覺得可以減少哈登喺第四節上陣時間，等哈登嗰個體力咧恢復多啲先至再喺最後關頭先至擺佢出嚟。即係可能你無論係防守嗰個速度上面可以加翻快啲都好啦，定係進攻上面我都可以做一啲切入，然後撞埋去搏到一啲 foul 嘅，咁樣對球隊先至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咯。同埋你會見到騎士隊其實後備好多球員可以出㗎，即係 Dennis Schroeder 啊又可以出啊，甚至你唔使擺控球嘅，你俾個波Mitchell 係對位同哈登對位 mark 住哈登， Mitchell 嘅對位係 Shamar， 你梗係揀 Mitchell 呢一點去做一個單打，去做切入，多過俾哈登去做一啲好低命中率嘅一啲三分投射。所以我覺得騎士隊其實係仲有板斧去做一啲調整嘅，咁啊睇下下一場波會唔會做到調整，因為其實紐約咧通常嗰個做法咧都係俾 Brunson 打嘅啫嘛。即係大部分時間都係 Brunson 單打。我覺得騎士隊係有機會，其實騎士隊係有機會贏嘅，但係就睇下教練嗰個安排係點樣咯。咁而另一邊廂呢，就係萬眾矚目嘅一個對決啦，就西岸決賽啦，就係雷霆隊對馬刺隊 ，SGA 對呢個 Wembanyama。即係點解咁矚目呢？就係因為常規賽嘅時候呢，即係馬刺隊係贏得多過雷霆隊嘅，甚至係有少少宿敵嘅感覺嘅。即係每一次馬刺對雷霆咧都拎到一個好大嘅優勢，係啊。咁所以呢，喺今次西岸決賽啦嚇，亦都係我諗大家都認為係 NBA 最強嘅兩隊波啊。咁然後對決呢，第一場波呢已經係打到去雙加時啊。
係啊，兩次加時非常之精彩啊！咁啊，然後由呢個馬刺隊啦贏到第一場啦，咁但係咧其實馬刺係呢個 Fox 啊都係受傷未能上陣嘅，係啊，咁啊馬刺隊都可以喺作客嘅情況之下咧偷到一場波，咁然後去到今日啦，我錄音嘅當日咧就係打呢個 Game 2，咁啊雷霆隊就追翻場啦，係啦，咁而家就係1-1嘅情況之下咧。因為雷霆隊嗰個系統啊，個體系好成熟啊，無論係我不斷去做壓迫又好啊，到底我打小球陣嘅，我係出好多可以做持球壓迫嘅球員出嚟，逼到你傳唔到波俾 Wemby 又好啊，定係我係出雙塔又好，甚至係更加多高大球員出嚟又好，我覺得喺雷霆隊嘅用人方面啊，又或者叫做安排方面咧，係可以好多變化。然後相反咧，馬刺隊咧始終係好難以估計啊。馬刺真係一個超級黑馬，雖然佢係西岸第2啦吓，但係咧其實我諗好多人咧都會覺得馬刺有機會贏到雷霆。就係咁咯，呢一個系列賽係超級精彩啊！咁啊呢個 podcast 去到最後咧，咁啊等我預測一下咧呢一個季後賽啊嘅賽果啦，分岸決賽啦吓，究竟啊邊兩隊波會入到總決賽咧？咁樣係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咧西岸嘅比數啊，我自己覺得係會係4-2，雷霆淘汰馬刺啊，係啊。咁因為頭先都有講啦，我自己覺得仲有好多可以用嘅人喺後備嗰度，然後甚至我覺得 SGA 咧，我覺得未去到盡啊 ，SGA 即係未打到佢去最佳嘅狀態。SGA 作為今季嘅最關鍵球員咧，我覺得喺一啲緊要嘅關頭咧，SGA 係可以帶領到呢個雷霆隊係晉級嘅。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4-2。雷霆淘汰馬刺就係咁啦，咁啊東岸呢，就雖然我覺得騎士隊好大嘅空間去做調整啦，亦都好多人用啊騎士隊，即係可以行嘅棋好多，但係紐約人我覺得會贏啊，紐約人會贏騎士啊，我覺得都係4-2啊，紐約贏4-2係啦，咁決賽呢，就會係雷霆隊對紐約人。唔知各位聽眾會覺得邊兩隊波會入到總決賽？歡迎喺 YouTube 嗰度留言話俾我知。係啦，咁同埋亦都可以講下究竟你覺得我哋頭先所講嘅3-2-1乒乓波嘅一個樂透選秀，究竟你係中唔中意呢？歡迎留言講下啦。係啦，今集嘅呢個 Chatbot 茶餐廳 Podcast 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就可以即係 share 俾人哋聽。原來有人用廣東話去講一個 NBA 嘅 podcast， 係啦，咁啊得閒可以聽下咁樣啦，係啊，多謝大家收聽啦吓。我哋 Chatbot 茶餐廳下一個月會再同大家準備一個常餐俾大家，係啦，分享多啲關於 NBA 嘅一啲新聞。唔知下個月會有啲咩新聞呢？大家期待一下。大家如果有啲咩想喺 podcast 度討論嘅話咧，歡迎都可以 DM 我或者喺 YouTube 嗰度留言啦。係啦，我嘅 IG 就係呢個 SHEEP2C 咁樣嘅，係啦，歡迎 DM 搵我啦，係啦。咁啊，多謝大家啦，我哋下個月再見，拜拜，收鋪。我想講咧，當我完成呢個剪接嘅時間咧，係呢個5月26號啦。我最唔想發生嘅事情已經發生咗啦。NBA 嘅東岸決賽咧，紐約人已經係4-0淘汰咗騎士啦。所以我做嘅預測咧，已經毫無意義啦，只可以俾大家鞭屍啊！唉，就係咁啦。希望下個月可以快少少出片啊！但係因為啱啱病咗咧，所以延遲咗2-3日。希望盡快可以出到片啦，係啊！多謝大家聽到嚟呢度，拜拜。